而家個時代唔同啦嘛，咁我覺得係粵劇演員係要去多啲諗創新嘅嘢，將我哋嘅藝術同埋現代社會去產生一個碰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粵劇演員羅妍啦。咁今次我喺頂頭鎚入面飾演嘅角色係林家鎮。咁咧佢就係一個富二代嚟嘅，佢入面都有好多佢家族嘅故事啊，可以去探索一下。覺得好新鮮而且好有挑戰嘅一件事嚟嘅，因為我哋粵劇演員係好少接觸得到其他嘅藝術演出啦，因為我哋粵劇比較傳統，然後就會有一個框架，我哋成日都跳唔出去。呢個雖然係話有啲係話劇咁樣嘅形式啦，咁但係佢係以粵劇去做一個框架咁樣嘅。粵劇入面有好多程式係可以運用到喺入面。我冇接觸過足球嘅，我係一個好懶嘅人嚟嘅。不過我諗應該都可以駕馭得到嘅。11月頂頭鎚，香港文化中心，一個頂10個，約定你。